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先来关心市府的新内阁。民进党新政府提拔地方人才，意外对咱市小内阁产生影响。市府上午进行新卸任首长交接甲宣誓就职典礼，包括副市长吴宗盈、秘书长李梦燕、干部局长苏金安、水利局长彭少博等首长拢一一正式就任。会中市长赖清德嘛宣告，新团队将为台南市带来后一阶段的进步力量。在市府所以及主管见证之下，新任副市长吴宗盈、干部局长苏金安、水利局长彭少博共齐宣誓就任。市长赖清德对他担任感谢人，嘛表示小因就任意外互市府小内阁有所变动，成为栽培市府后一个阶段的进步力量。在正副市长前往国发会担任副主委，陈秘书长前往行政院担任秘书长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选拔在过去几年来劳苦功高我们的首长来新任副市长、秘书长，同时呢，局处首长的缺也有机会栽培新进，这个也是我们为这个城市栽培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力量。会中市长对来以肯定吴宗盈、甲李梦燕伫原干务局、甲水利局任内贡献甲辛劳，对未来表现冒高度期待。更感谢新任干务局长苏金安、甲水利局长彭少博，伫不断高正甲拜托，愿意承担重大，承认职务来为台南打拼。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台南市七股将军盐田伫咧去年2月份被围设成为国家级重要湿地，当地居民因为发到掠鱼仔会受到开发，所以强烈反对。对此，议员单调来上午利用总质询的机会，再次提出反对的理由。湿地保育法伫去年2月公告实施，台南市国将军盐田被列为国家级重要湿地。历来当地民众伫海岸线掠鱼，必须再经过国家申请。议员单调来批评，这种的规定根本是倒退到戒严时期。为詹文溪开始，一直到北门的集水溪，总共43公里海岸线，以海边开始算起3海里，拢总是湿地。我5公里拢总是湿地。未来要掠麻仔、掠乌鱼仔，要去掘赤水啊，拢总得爱申请，拢袂当。国际级的免怎申请？现在即摆你倒转来戒严时代，你甲咱封锁海钱啊？咱这个政府敢倒退路吗？议员认为，该区域一旦成为保育湿地，等于有700公顷的土地，拢无法度做任何建设。保育区东渔湾、台南大学，这总共700公顷是台南市政府的土地呢。要划做湿地，还问你台南市政府都无呢？这是台南市民的土地呢，这是影响偌济呢？咱伫东渔湾有301公顷，咱租予遐渔民，袂使铺担仔架呢，袂使去运料呢，袂使装路顶呢，嘛袂使改善你的水路呢，阁无自来水呢，安尼去害这渔民。台南大学120公顷，是你10大旗舰计划呢。你即摆怎啊放互伊？放互伊要为做湿地？台南大学你都唔去，收倒转来，兴渔民嘛？另外，议员单调来指出，现在台南市议员阁看到真侪流浪狗，质疑相关单位伫这方面宣导无够。对此，农业局表示将会加强为源头管控。台南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行政院经济部伫咧2015年推动市区智慧城市计划，鼓励国内业者甲地方政府提供智慧城市的应用服务。台南市总共7个局处加入这个行列，
不过一冬换来整体成果，煞互议员赖慧媛批评表现无及格。电视甲电信业者联手启动的4G 智慧城市计划，主要希望打造市民全方位的智慧生活。对此，议员赖慧媛建议民政局结合社会局，建立里面技能救助 APP， 让里长甲里民借着系统提供上及时的影像资料来寻求协助。我是一个里长，我的里民刚好遭逢重大的一个灾变。我需要马上来给他协助的时候，我要让他处理。郑局长那里讲，里长如果应用现代科技的话，其实透过这个智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运用在那个 smartphone 上面的话，比如说他这个里民的案件，那他可以用即时性的影像、照片或是这个相关的，那可以立即传给这个社会局。我想有这些图说的话。那对于社会局在研判或是在处理上，可能会更精准、更确实。所以说，民政局跟社会局，你们可以建构一个急难救助的 APP， 对不对？它可以省掉里长在这个第一时间在处理这个急难救助的一个迫切性。另外，议员肯定文化局针对台南市古迹、参像赤坎楼、安平树屋等等，研发一套导览的 APP， 让民众来到这会当了解古迹的历史背景。不过，互伊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并无整合到周边小食美食店给的资讯，相当可惜。我今天是观光客，我要来参观古迹的时候，我当然需要人家导览啊。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一个古迹 APP 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唯一美中不足。你知影对做了还够加强吗？请议员指导。好，我告诉你哈，你没有店家的介绍，因为去看古迹了的时阵，咱是不是？希望讲，伊伫赤坎楼伫边啊看古迹的时，咱是不是希望讲伊留落来食物件？周边的美食很多啦，周边的美食很多，那为什么不要放进去呢？我们有文字的介绍，但是它不是主动会跟你，因为我们是在园区里面才会有这种主动式的、互动式的这种导览。议员指出，在2014年到2016年的全球21大智慧城市的选拔当中，台南市虽然无入选，但所有办法争取到经济部工业局的预算，相当无简单。所以，伊也希望市府各局处会当善用这笔经费，让智慧系统的建制更较完善。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北门客家将军地区因为地层下陷，容易淹水，佮加上土壤盐分悬，真歹种植物，互地方的发展受到阻碍。对此，议员侯定在建议成立太阳能发电专业区，来带动地方发展。议员侯定在指出，北门客家将军地区属于容易淹水的盐分地带，历史真歹发展，人口佮不断外流，因此伊建议市府向中央争取，伫该地成立太阳能发电专区，以带动发展。针对袂建造一个甲污染、甲盐化、甲地层下陷的农地，会使来做这个太阳能发电。另外，根据中央在民国65年以后推动的区域计划法规定，伫为做特定农业区的土地，并未当做其他用途使用。不过，沿海地区因为土地盐分相关，所以也无法度进行建造，让民众相当无奈。议员希望这项问题会当得到解决。当时恁讲讲农业要共同经营，咱较会去经营而做稳啊，无都做事都袂做事啦。所以我感觉讲。阮北门较食力，尤其北门完全是一个宜安水地区，湿地，佮刷了个咸分地带，尼水拢是咸的，所以我希望讲，这种若应该若无阻碍，若像迄黄上伊咧带遐要开发，那嘛是为着电个发展啦，为着盐的迄个嘛无讲危害着鸟啊啥物的。所以我希望讲应该咱爱放宽啦，因为65年这个以前区域计划法推动以前，那假使讲是这个算讲有余温啊，伊当然这个是会使申请做养殖登记啦。你来65年以后的，因为
特定农业区、特定的农业区吼，伊就无允准讲去挖这个鱼温啊，所以会衍生等于讲吼衍生这个问题出来啦吼。当然这是涉及到这区域计划法相关法律迄个用农地的管理的规定啦。市长回应，将特定农业区开发做渔温，并无符合地目，所以拄到天然灾害也无法度得到补助。针对这部分，伊未来将会向县政府反映，希望会当得到改善。另外，日能甲太阳能发电是蔡英文总统推动的政策之一，伊也表示会极力向中央争取。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国际学校参与顶个月伫咧台东所举办的105年中等学校运动会，因为代表队下下18面金牌、22面银牌好成绩，所以市长下午除了亲自颁奖，嘛宴请所有教练甲选手，鼓励选手珍惜训练甲比赛过程的成长，是比下金牌更加重要。包括在全国中等学校联赛当中，分别摕下高中组第1名、甲高中组第2名，英人高中篮球队等选手，拢以上台接受市长热情的颁奖鼓励。市长除了肯定今年全中运甲全国学校运动联赛，台南市代表队总共摕下18面金牌、22面银牌，甲30面铜牌好成绩，为台南争取公赢。嘛，鼓励因珍惜迄份训练甲比赛过程压力以及成长，是比金牌更加重要。我们练习田径也好，练习各种运动也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个目标，不可避免的有一个目标，想要争取最高的荣誉啊。但实际上，你获得最多的啊，应该不仅仅那个荣誉所给你的，而是你在参与、在训练，甚至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得到更多啊！除了你的身心会更健全以外，尤其你在比赛、在训练的时候所承受的压力，一次又一次的会让你成长。这个是任何金钱或任何金牌、银牌所没有办法比较的。但是我一直认为，每一个运动选手在烈日之下或是在风雨之中，接受老师、教练的严格训练。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参与竞争，竞争当中给你的压力所带动你的成长，那个效果是很难有机会买得到的。都市会中，市长嘛答应会针对校内专业运动教练来增加名额，不管是正式的，或者是有评估，拢依照无同等级来评认，希望教练甲选手同齐成长，为台南市运动体育成绩再创高峰。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端午节，安平已经迈入第15档的包粽关怀绿色，对今仔日开始连续2档，动员12个社区的志工妈妈，预计要包6000粒粽来帮助区内低收入户的家庭。今年较特别的是，主持艺人方俊也到场担任代言人，尽一份心力，亲自发送福粽给有需要的家庭。
选伫每一档5日节进前，安平区公所汇集各界爱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以包装送礼来关怀区内弱势家庭。上午伫王城西活动中心，在地的社区，所有志工妈妈共款总动员，要连续2天伫遮白粽做爱心。同时，会中石门国小学生嘛拢到场斗3天，估计包出6000粒肉粽，场面相当壮观。同时，今年较特别的是，区长特别以光扁担出席，伫希望召集更较侪行善团，延续这个爱心的任务，继续后一个15天。居老人在我们的安平有80位，然后中低收入户将近1000户，好，我们都会逐一的送到，就是这1、2天会逐一的送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所以很高兴说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从以前的区长一直办到这边第15年了。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有在座的各位每一位人都是我们跟我一样，还有俊哥跟你们宪哥一样，我们都是在这边写历史。我们也是在创造历史，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这个爱心的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长长久久。同时，会中意外出现的资深艺人彭俊，伊对来响应该项公益，以万众一心的心情来参与，互现场继续笑开。同时，嘛甲区长等行善团亲自将各界满满的祝福甲福粽送互弱势，场面温馨。我自己也成立了台湾水利人文关怀协会，就是要服务全国的独居老人，还有老人院，还有我们的残障人士以及我们的孤儿院，我们都要做这些善事啊。当然呢，我们这个事情呢，从6月1号今天就开始了。我们很好的团队，有很真诚的心呢，要为社会服务。希望呢，各位跟我们一起走。已经迈入第15档的送爱心粽，伫每一档背后走总规划就是王城西发展协会理事长，伫今年搁再创新，嘛希望搁较侪善心人士共同来响应。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人数是最多的，但是我们今年的活动跟往年又完全不一样。我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桥段。因为我们区长今年刚上任，那我就设计有一个桥段是身负重担。那我们的主题有一个帽子，上面用一个心，叫做万众一心。那希望是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每一年都能够继续办下去。那关怀更多的弱势家庭、弱势的团体。这个5日节爱心活动会当延续15天，互人看见公部门及下民间社团所展现的力量。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在地知名百货业者关怀弱势族群，特别结合附近陈公里办公室，赠送女力居民600粒免费的爱心肉粽甲菜粽，希望因伫咧端午佳节也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在地知名百货业者准备了600粒的爱心粽，要赶伫端午节进前，全部分送予陈公里总共22户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互因也会当欢喜食粽，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当然我们台湾还有很多一些弱势团体需要照顾，那刚好东光里刚好是坐落在我们那个南纺购物中心。那当然我们购物中心最要照顾的也是应该是当地的里民。那当然是出一点力量那抛砖引玉。那也希望说各位企业团体或者其他的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可以一起在这个佳节期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然后怎样来帮助那个弱势的团体。陈公里长对你来安尼一个善心企业的帮助，表达了满满的感谢。我今年有成立一个东关关怀弱势的促进会，然后刚好我地方上有南纺企业跟梦时代的购物中心，所以邀请他们来共襄盛举，他们都很乐意来帮忙。所以每逢过年过节，我会邀请南纺跟梦时代来参与这个节日，而且谢谢他们来关心我们这东关里的一些那个节日的活动。秉持着在地企业服务在地精神，业者表示，因会持续进行善行，并尽上大能力去帮助弱势民众。台湾新闻网采访报道。
迎接端午节，大家拢会应景食肉粽。不过营养师提醒大家，除了爱注意粽的种类、分量甲当中肉类的脂肪，嘛要搭配五色蔬果做伙来食，才袂造成肠仔胃的负担。不管是家己包粽，或者是选买各式各样的粽，都来爱注意平均一粒200公克的粽，就高达500卡路里以外。其中肉类的油脂甲脂肪，嘛容易互胃的消化较慢，引起胃酸甲腹肚胀胀。所以营养师提醒，一定要看清楚所食的粽甲分量，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特别当选用苹果、黄梨甲芹菜做伙夹食来啉，会当减少胃肠的毛病。那我们一般民众在吃粽子的时候，难免会比较油腻。那我这边就教一些民众一些简单的凉拌菜跟蔬果汁的做法。那凉拌菜的部分，我们就是准备了5色蔬果。那以红色来讲，就是以红椒；黄色以黄椒。那还有青椒跟我们黑色的黑木耳跟白色的杏鲍菇再做搭配，那做成了一道凉拌菜。那蔬果汁的部分的话，我们有蔬菜是以西洋芹为主哈，西洋芹与凤梨跟苹果。那其中我们的凤梨有丰富的一些凤梨酵素哈，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肉类分解哈，让我们肠胃更为顺畅，比较不容易说吃完粽子之后产生一些胀气的问题。鼓励在应景食粽上要紧，就是爱搭配蔬果的高纤维，同时注意一天只选一顿来食粽，才当健康过节。电新闻管制郭福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今仔日天气侪云短暂顺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8度至32度，落雨几率是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6月1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